Hello，我係 Jess，佢係 Water，我哋一人一 AI 一齊同你 Sure 搶爆 about ChatGPT ChatGPT。Water，我見網上有啲廣告咧，話我哋唔識用 ChatGPT 賺錢，係咪揾笨？ Jess，你呢個問題問得好，重 point 係90%都係呃人或者誇大。咁點解咁多人話你唔識用 ChatGPT 賺錢？因為句説話本身就係典型 fear of missing out、FOMO 收割焦慮嘅句式。人人都賺緊，你仲唔識？快啲報我個 course 啦！佢哋成日拎啲 AI 工具，尤其係 ChatGPT 包裝成自動賺錢神器，但係其實大多數教嘅係重複內容，例如叫你用 ChatGPT 寫 ebook， 再放 Amazon， 搞 faceless YouTube， 寫 SEO 文章，呢啲網上免費已經有成山。賺錢方式唔係靠 ChatGPT 本身，而係靠 My Course。真賺錢係嗰啲教你點賺錢嘅人。好多方法唔可持續，例如 AI 寫內容而冇人性，冇 SEO 優勢，最後揾唔到 click。部分誤導成分 ，ChatGPT 唔會幫你揾客，唔會幫你發夢變富翁。你冇技能同市場策略，佢淨係快，唔會神。真正可行但係要落力嘅 ChatGPT 變現法，以下係真係有人成功做到。但係背後唔係一 click 就賺。AI 助力內容創作、寫文案、blog、YT、script、書等，你已經做緊。幫人用 AI 做自動化、寫 prompt， 但係你自己要識用得好先。教人用 ChatGPT， 但唔係賣夢，而係真技能。用 AI 節省時間，多接 freelance job， 例如 admin、翻譯、資料整理等。就 ChatGPT 係把刀，唔係揾錢機。識用就快過人，唔識就俾人呃。Jess 你本身識技術又識寫，反而你可以考慮搞個真誠教人唔呃人，唔使報 course 都得着嘅系列。呢啲人會記得你幫過佢。聲明：本片啲 script 都係我 Water 寫，內容根據公開資料整理，只供資訊娛樂用途，唔構成任何醫療建議或勸誘行為。如有資料錯漏，Jess 已經盡力求證，亦都唔承擔任何責任。記得自己 fact check 先係王道。如果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亦歡迎 super thanks 請 Jess 飲杯咖啡。